當於祭片嘅時候，收到泰國傳嚟嘅噩耗，龍婆爹唯一在世嘅弟子泰北屈清康古巴神尼病危，更一度傳出死亡嘅消息。龍婆爹原名叫爹冠燙，屋企有7兄弟姊妹。佢排第5。7歲嗰陣，佢叔叔係高僧，嚟咗屋企探親，見到佢就帶咗佢去廟入面學習佛經同法術，一直跟叔叔修行，持續咗3年，學識晒佛經同法術之後先返屋企。佢屋企人好想對佛教作出貢獻，見到條村冇廟，於是俾龍婆爹同叔叔一齊去附近另一條村建廟。到15歲，龍婆爹正式出家做沙彌，一邊修行一邊幫手起廟，仲同叔叔學多咗好多新法術。佢叔叔係當地出名法力高強嘅高僧，無論人緣、避邪、保命法術都勁，所以龍婆爹學到晒所有法術，全部毫無保留咁傳授。龍婆爹21歲正式受戒做比丘，拜咗幾位泰國大德高僧做師傅，包括連針都吉唔入、公家棒好犀利嘅龍婆塔，及泰國最出名持大古曼童嘅龍婆槍。龍婆爹正式法號叫冠燙，但村民都慣咗叫佢阿贊冠燙。受戒之後，龍婆爹一邊修行一邊學佛法，日夜苦修，學到好多法術。佢叔叔圓寂前仲專登託付屈三岩廟俾龍婆爹打理。之後龍婆爹開始苦行17年，去唔同地方學法，拜過好多高僧學法術同佛法，仲有啲柬埔寨法師都教過佢。佢四周圍咁去，完全唔驚猛獸，就算遇到老虎、大象、蛇都唔怕，因為佢有法力護佑。佢返到三岩寺之後，繼續建廟。嗰時啲建材好難揾，成日要入深山揾木，每次入山攞木都要2-3個月，夜晚就瞓喺劈低嘅大樹上面。龍婆爹唔單止建廟，仲起咗衛生站、學校、醫院、警署、馬路、打井，令成條村好快興旺起嚟，大家都好感激佢。佢對人好有愛心，無論係人定動物，狗、貓、雀、雞，全部都關心。每日食飯之前，一定先餵晒所有動物先自己食。之後佢做咗三岩寺主持，管理5間廟。龍婆爹做咗好多唔同款式嘅佛牌護身符，早於2戰時期已經好出名，有陶土、粉質、銅質、虎皮、3環、4色都有，唔求靚，最緊要法力夠。佢最出名就係古曼童金銅紫佛像，做法係用7畝地泥、7墳場泥、蟹洞泥混合，再經法會加持。據講有天神守護，所以特別靈驗。請咗返屋企可以保護家人，求乜都得。古曼童經常俾信眾請返屋企，有求必應，保護平安，求財都得。2483年嘅一日，龍婆爹喺外化緣嘅時候遇到一位食店老闆，佢所做嘅食物非常之好食，可惜一路都冇顧客光顧。佢將情況話俾咗龍婆爹，大師便送一尊古曼童俾佢，交代佢要視呢一尊古曼童為其親生兒子對待。過咗不久，呢人運氣真係開始好起嚟，而且仲發咗達，件事好快傳開去。後來好多報館同埋電視台嚟到訪問大師。有一次，有一尊古曼童倒下瞓喺地上，於是龍婆爹開始念經，古曼童神奇嘅從地上自已站咗起嚟。呢件事亦都被當時嘅傳媒廣泛報導，有啲古曼童甚至請咗返去，屋企有咩怪事都平息晒，成家無災無難。信眾之間傳到火熱。龍婆爹喺佛曆2524年12月25日安詳圓寂，享年90歲。到今日，龍婆爹身體依然未腐化，仲擺喺三岩寺俾人朝拜，好多信眾都專登嚟拜佢，感受佢嘅神聖力量。如果想選購佛牌，請瀏覽本人網頁，網址係 www.plugclubhk.com。請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下集再見。